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0月14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金车高中棒球队成军以来，曾经拿下全国比赛冠军，嘛培育真侪杰出的国手甲职棒选手。因多年以来所代管的文小45棒球场，因为使用率真高，所以包括护网等安全的设施有真侪需要改善。14日上午，议会校长会刊，希望体育局整体评估，除了检疫部分由市务省来支出。较庞大的征收嘛，需要积极向中央来争取。20当来由金城高中代管的文小45棒球场，虽然对105年开始陆续征收，不过因为历史有高中的球队在使用，暗时甲假日也阁有万数垒球的赛联名来使用相当频繁，所以护网生生的问题，厝顶甲球员休困的所在，都已经老久，真需要征收。对此，议会民政教育委员会接受တင်情，前来关心，希望体育局除了金城高中以练习安全为主所规划400万征收费用以外，包括电光、公共便所以及积水的问题，买当列专案整体评估，进一步改善。在现场，我们有看到有些的设备真的是老旧了啊，包括我们没有一个室内的练习场。我想哈，这室内练习场对一些选手在平常的培训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啊这个室内的练习场，这是一点。还有啦啊，他们的休息室啦，包括我们非常的，因为这个不止在平常的练习，包括在比赛也都是利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棒球委员会也都是在这边做一个比赛联谊啊，所以公厕也没有，公厕是非常老旧的，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配备这是最基本的配备。那当然，我们现在体育局已经成立了，我们希望这个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棒球场就是应该要把所有的基本的配备，我们应该要到位啦。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配合来把它整建。就是旁边的一些附属设备，包括牛棚这边的没有，还有一些刚刚议员所提到的一些卫生的设备，还有里边的一些器材室的这个整建我们都很希望来配合来帮忙。那上个礼拜我也跟校长来看过，我们这边的灯光确实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再补强了那最主要这个地方是棒球队。金城国中的棒球队使用以外，慢速垒球的休闲运动的场地非常非常多的队伍在这边用了那所以我们希望把灯光弄好，晚上这些慢速垒球的人口也可以来这边打球，然后白天呢，金城国中的棒球队在这边使用，这样把竞技跟休闲的功结合在一起来使用。会中委员会成员嘛提醒市府一定要注意建物的合法性，有无符合的爱心解决。同时嘛，希望体育局除了该场地以外，嘛要主动体检其他球场，有迫切需要改善的，一并向中央争取，为所有球员安全甲方便性来把关。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今年下夜上环嘉年华产业文化活动将在23号登场，有计超过200个单位参加，推出活动券甲儿童券的优惠，并祭出丰富摸彩来吸引买去。其中有一天邀请全国朋友做回来下夜吃美食、买好米甲抽大奖。下营区有着丰富的农特产，产像是白鹅、红苋、黑豆以及绿柚。就被称为是下营四宝，嘛有外销日本的台南16号月光米。而美食的部分，下营的鹅肉料理以及鹅香拉面、豆菜面等等，也拢受到真侪人的喜爱。为了将这好物推广给更侪人，下营区公所特别办理2022鹅香下营中环嘉年华。邀请全国朋友做伙来看节目、吃美食、西雅吃。像很多宝贝像鹅肉啦、像蚕丝啦，还有很多的农特产品，都欢迎的大家。除此之外呢，我们商圈也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活动，以及非常好的商品。除了农产品，也有商品，也有许许多多的文创产品。那所以说，这个是真的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活动，而且呢，现场会发放鹅香券。
还有这个商圈券这些都可以让许多好朋友这个有小确幸，然后凭这个券就可以去商圈消费，然后可以抵用。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方面让消费者也开心，让商家也因为带来商机而开心，更让我们许多我们好的农特产品以及商品还有文创制品都能够因为被消费被人家购买而这个打响知名度，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举数得的。下营区长李宗翰表示，这次活动是下营区公所、商圈、夜市主题会、农会、养鹅协会甲在地店家共同举办，现场超过200个单位，展示农特产品、地方美食以及手工艺品等等，好吃好买又阁好耍。同时，更举办鹅乡之星选拔活动，鼓励学生勇敢秀出家己的才艺。另外，活动嘛结合商圈办理摸彩送好礼，欢迎大家10月23自早时9点到暗时9点半，做伙来到下营上帝庙参加这次的鹅乡嘉年华活动。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第12届台南文学奖用文字打造富城风景作为主题，希望市民用华语诗、古典诗甲台语小说等等来征文，14号得奖者出炉正式颁奖。2022台南文学奖以有时言难尽作为年度经过主题，奖价共有8组文类，分别为华语散文、华语现代诗、华语剧本、青少年散文、台语现代诗、台语短篇小说、古典诗以及漫画台南等，总奖金高达98万。而今年投稿参赛数量有将近600件，由评审团队陈昌明、林达阳、龚显忠、王美霞、陈振雄老师，最后选出43件优秀作品。今年虽然只有8个文类，竟然还有将近600件的参与的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不简单，也可以看得出来，台南的文学创作的能量真的是非常旺盛的。尤其在疫情的当下，我觉得文学人都有一种使命感，希望在这个疫情的当下，透过文学的创作，为这个时代，为这一个大环境，用文字留下一些记录。市长黄伟哲今日嘛特别出席典礼，为所有得到首奖的作者颁奖。新的一组的首奖，恭喜大家！台南作为以文化历史即将进入400年的这个2024年的时候，作为台南市长，我有这个义务；作为一个台南市民，我有这个兴趣，也有这个荣耀，一起来荣耀我们的文学创作。刚刚看到了，不管是台语，不管是华语，不管是现代诗，不管是剧本，不管是散文，都充满了生命力，也再显现了我们台南真的是一块耕耘文学最好的沃土。谢谢各位创作者。今年的台南文学奖也产生多位双料得主，分别为台语现代诗首奖，甲古典诗佳作的谢宗翰。台语短篇小说首奖，甲漫画台南优选的吴品瑜；台语现代诗，甲华语现代诗拢佳作的陈玉良。其中台南一中的学生杜宇杰、陈兆乾、甲林凯佑，更是取得青少年散文第1名到第3名的佳绩，可见文学在府城的蓬勃发展。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湾建立个人化社会，台南市部分都在积极推动长期照顾服务，并且率先6都达成一个国中学区一个日间照护目标。而最后一个东山区域市长嘛亲自到场见证。启动，台南市一国中学体育照顾建立100%目标达成。台南市长黄伟哲看到东山区的拼图，向进台南市完成一个国中校区有一间日间照护中心的目标。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长照2.0服务，并且率先6都达成100%的目标。全部的这个一国中一制造的这个部件，所以在这个6都比较之下的话，我们就放在这里都要看得到。
随着最后一个东山国中的学区的部件完成以后，那就是达到100%。台南市伫经过2冬的时间，为109年的64间到111年的203间日间照护中心，为每一个区拢有日间照护中心，到每一个国中学区拢有日间照护中心，涵盖率高达6度第一。截至到今年9月底，65岁以上人口数来到32万外人，人口占比17.82%。在人口高龄化之下，长期照顾服务袂当欠缺。在我左手边，在我右手边可以看哈，左手边是我们这个区有日照，每个区每个国中的学区都已经有我们63个中学区，那已经有63个日照中心。左边是长照2.0的资源长照服务，我们台南市的涵盖率已经是69.7%，那也高于第2名、第3名、第4名，还有最后。所以在不管是长照，不管是日照，我们的涵盖率都是6度第一。这些充分见证了我们对长者的尊敬以及对他们的一个照顾。社会局伫这几冬嘛积极拓展长期照顾网络，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结合在地资源以及全方位服务，互长辈会当得到照顾，同时解决照顾者长期照顾的负担。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互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
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行生计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2002年，台南美展总共分做6大类，有517位参赛，最后有148件作品入选，竞争相当的激烈。目前作品拢伫台南文化中心各艺廊展出，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观赏。为着鼓励优秀的艺术创作者前来参赛，今年台南美展扩大认定参赛资格，总共吸引517位艺术家参赛。比赛分为6大类。分别是东方媒材类、传统工艺类、西方媒材类、立体造型类、书法类，以及今年首度纳入评选的摄影类。今年台南美展已经迈入40周年，那可以说台南美展是陪伴整个城市艺术的整体的发展。有很多爱好艺术的朋友们，也透过台南美展认识了更多的艺术跟艺术家。那今年在整个评审的过程当中，评审团对整个评审的作品，其实都给予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包括他们的所取材的元素，或是他跨媒材的一种创作形式，其实都觉得今年真的是非常具有创新性。今年非常令人兴奋的是，摄影类的一个作品也获得我们今年的台南奖。因为以往摄影类都不曾在台南奖所谓被看见。台南美展当中上关任务的台南奖得主分别是苏玉清、林文宏甲陈义忠，其中林文宏是今年摄影类当中的得奖者，首度纳入评选就得到台南奖，十分难得。台南奖这张作品呢，是我去年在高雄旗津所拍摄的摄影画面。我那时候原本要去拍起后灯塔，然后当天从至高处看到那个海堤的时候，发现海马海堤很漂亮，那我就跑去海堤拍照，然后无意间发现周边的那个珊瑚礁岩跟海浪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就用以黑白摄影的思维去捕捉这些就是浪拍打到浪岸边的一瞬间这样子。苏玉清为18岁就开始参加台南美展，今年以居家这件作品来成功得奖。作品展现当代生活状况的转型。这件作品叫做《居家》，那当时候呢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还有防疫距离啊，然后大家对居家隔离或者是确诊其实都蛮恐慌的时候。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是一个被匡列在内的，其实当时候我是很恐慌，但是又想要安定自己的心，也想要去安慰那些真的要确诊或者是隔离的人们，所以就画了衣服比较让人家放松，然后安心可以好好的休息的画面，让大家可以比较没有这么的焦虑。台南美展所有参赛的作品总共有148件。为今仔日开始到11月6號，伫台南文化中心艺廊展出。台南市文化局嘛會伫明年為3位台南獎得主規劃展覽，這一步行銷推廣在地的藝術家，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前往參觀。台南新聞楊順懷採訪報道。南科在米酒店都以商務度假作為號召，嘛持續推廣就社關懷。今年因特別舉辦個人浮游公益比賽，主打你管偌濟，因得管偌濟，邀請社會各界踴躍來報名，所捐款將幫助身心障礙兒童。
南科赞美酒店除了是南科附近上规模的商务度假酒店，嘛是配合政府第一间升级防疫旅馆。现在公营个别阶段性的任务以后，今年透过举办高尔夫球公益比赛，来唤起大家对弱势关怀。记者会中邀请这些善心人士加热爱小白球的好朋友做回来参与推广，用开球仪式宣传11月25特别伫南堡球场正式展开。3、2、1，请开球。对，空是可以的，对。好，谢谢。公益的球赛，主要目的就是会当将咱拍球的咱遮的爱心，会当募集起来，送到咱社会需要的所在。我们这次是找了新的教养院，因为这囡仔吼，拢有一点handicap， 就是讲小可无讲介好，无法度因足少行出咱这个房间啦。咱希望这个活动会当，互因会当。迄个出来共款接受着阳光，会当互大家拢有接纳。咱未来若看到即个囡仔，嘛会当甲拍扑啊。会中担市第一任体育局长陈良启嘛代表市长更长肯定酒店用运动比赛来做公益的心。台南市是一个体育从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体育城市，变成现在有一点弱势。那所以我希望我们从竞技运动开始，那尤其是有一些社会团体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场面我们都在推展运动，那希望我们台南市的这个体育运动会更好。即摆用比赛来做公益，打算帮助新竹自华高院的身心障碍者，甚至用你关偌济、赞美的关偌济作为号召，呼吁参赛者拥有家己公益的挑战。3区它有3区27栋，我们各挑一个短栋，只要你捐200块以上或更多，你同组的人4个，你一个人再多捐200以上或更多，那我们就会获得创者林董这边所赞助一条创者的球，那条球的市价就超过250块，是3颗球中的。那一旦你开球上了国联挑战成功，我们再加码这是我们共101这边邀请全球泰。在这讲，我们很有名的golf块的握把，如果打高球这那握把不便宜，一个就要450块。这样挑战成功，就又可以得到一个握把。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所有200位参加这次高球赛事的球友们一起来捐款做爱心。那相对的，我们在晚会在赞美酒店，我们会统计总共收入的部分，总收入部分呢，赞美酒店再加码。等额加码再捐赠。酒店表示，公益比赛当天包括胡金龙、高志刚、曾秀凤、刘燕等知名的球星，拢会担任公益大赛来开球，希望推广高尔夫球的同时，嘛无忘记你为新障者尽一份心力。台湾新闻编辑蔡宏报道。台湾一位老生接受公司安排健康检查，伫颔颈的超音波发现了1公分左右的甲状腺结节，让伊相当烦恼。对此，医生表示，这款情形有误判恶性机会，嘛需要进一步检查，才当确定是良性也是恶性。新台病院一般外科主治医师李正汉表示，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患者的甲状腺机能拢是正常的，只有少数会合并甲状腺功能变化。以患者老生的例，伊身体门诊做超音波检查，发现结节有钙化，而且呈现低回音，所以医师建议做细胞穿刺，确认结节是良性，也就是恶性。一般来讲，甲状腺最常见的疾病就是所谓的甲状腺结节，大概成年人会有接近40%的有所谓的甲状腺结节，很多人都是自己有时候意外摸到，或者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在发现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大家不要太过的惊慌因为基本上甲状腺结节，即使有发现，我们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大部分会建议所有的有发现甲状腺结节的病人，我们大概会建议先到像门诊或是一般的诊所做个超音波检查。那超音波底下看起来，如果是有比较低回音性的，或者说它的外形比较不规则，那我们大概会建议做进一步的所谓的细胞穿刺，
抽取一些里面的组织，做所谓的细胞学检查，那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恶性。李医师进一步指出，除非甲状腺结节大小超过4公分，而且出现吞咽困难、呼吸困难等症状，再来考虑开刀治疗。甲状腺结节基本上，除非说它的大小有超过4公分，那会有一些压迫的症状，像是说吞咽困难，或是呼吸困难，或是说有人会觉得外观不好看，那也是建议可以开刀处理。那甲状腺结节它大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啦，不会说有些人可能说要禁吃一些海苔啊，或是说禁吃海带，或者说禁吃一些深海鱼类，那其实均衡饮食就可以了。那最主要是，如果说有发现甲状腺结节，我们大概还是要建议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做后续的一些追踪和处理。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掌管全身的新陈代谢，包含心脏、肌肉、皮肤、目睭、骨头、肠胃道，甚至连困眠以及情绪拢息息相关。而甲状腺功能也会随着年龄、性别、环境而产生变化，有可能产生结节。医师建议，若是甲状腺有结节，也唔免伤过烦恼，会当先到医疗院所做进一步检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14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